大家好，我係 Isabel，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嘅助理教授。測量行業全部都係男仔，會唔會識唔到女朋友？其實大家對建造業可能有一個好刻板嘅印象，以為我哋好多都係男性主導。我哋有好多同學仔入到嚟先好驚訝，發現咦，原來咁多女仔㗎！我哋港大嘅測量近年嘅學生比例一路都係維持喺6:4左右。時代已經唔同啦。如果我哋睇返而家嘅建造業環境，我哋無論係發展局局長、屋宇署署長，又或者房屋局局長，咁啱都係女仔喎。如果我哋睇返測量行業，香港測量師學會 Hong Kong IS 其實以往都有 Chairman 係女士嚟㗎。其實唔單止代表咗佢哋喺自己嘅專業範疇入邊有好傑出嘅成就，亦都代表咗佢哋喺行業入邊有領導嘅地位。大家可能以為測量師成日都要落地盤，日曬雨淋，女仔頂唔頂得住啊？其實唔係所有測量師都要落地盤，仲有測量師唔係一個賣體力嘅專業嚟嘅。如果我哋睇 GP 產業測量嘅話，佢哋甚至乎極少需要落地盤。其實 gender gap 或者 inequality 嘅問題，可能喺發展中嘅國家較為顯著。2023年 RICS 出咗一份全球嘅 Women in Surveying Report， 入邊比較咗佢哋女性測量 members 喺唔同嘅地區入邊嘅比例。香港其實係名列前茅㗎。其實女性一般都比較細心、謹慎同埋有耐性，所以係好適合測量呢啲專業分析嘅工作。另外，女性其實都比較擅長於溝通協作，所以喺團隊合作，又或者主持一啲會議，甚至係一啲紛爭嘅時候，其實都起到好多正面嘅作用。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女嘅畢業生已經喺好多唔同嘅公司入邊擔任高管或者係董事。其實喺每一間機構入邊，我哋唔同嘅員工各司其職，都係以自己嘅能力盡己互補。所以我認為能力比起 gender difference 係更為重要。講返轉頭，其實識唔到女仔咧，可以有好多原因。但我相信，如果話測量專業入邊冇女士，就唔係其中一個原因啦。